即嘛是透早5点半，我早早就出发，要去上尾一段的印度探险之旅。伫我的上尾一逝探险当中，要搁一摆拜访拉加斯坦邦，前往德里，要搁去喜马拉雅山的山骹。你看伊的色水，有伫个树林来看好，这实在是足特别的啦。我要见证这个首都复杂的面貌。甲一位圣人正式会面。达赖喇嘛已经伫印度定居60年。天生就有恻隐之心，慈悲啊，比受气搁较好啊。想要伫我的出生地灿烂的克什米尔做结束。欢迎光临印度。